喺解決咗瑪麗小姐嘅電話呢個都市傳說嘅事件之後，我本來仲以為都市傳說嘅事會暫時消停一段時間，結果2日之後我就已經感應到啲乜嘢，而且呢一次嘅感應比起瑪麗小姐嘅時候更加強烈，因為今次我感應到嘅係2個都市傳說嘅力量啊！過完我嘅14歲生日之後2日，因為爺爺同埋爸爸要去一個鄉下村落幫手除靈同埋壓制某樣嘢，所以帶住我同2個哥哥去幫手。我同2個哥哥根本冇辦法拒絕，特別係我，畢竟我比起2個哥哥實戰經驗實在係少得可憐。我哋屋企除咗經營神社之外，仲有做除妖師嘅工作。雖然我作為巫女同埋除妖師嘅訓練好充足，但係實戰經驗都仲係只有短暫牽制住瑪麗小姐嘅能力啫。所以爺爺同埋爸爸決定都喺合適嘅任務裏邊帶埋我去體驗實戰情況。今次就係其中一次。唔理係收拾緊行李嘅期間，定係出發嘅路上面，我都喺度諗緊鄉下村落嘅都市傳說有啲乜嘢先至令到我感覺到咁強烈嘅力量。喺接近村落嘅時候，見到村落外面有封印嘅石頭，同埋喺田裏邊有特別嘅稻草人。我先醒起8尺大人同埋扭嚟扭去呢2個都市傳說。唔理點講，呢2個都市傳說都互不相關。就算係咁樣，既然出現咗，我只可以處理下佢哋啦。只係有啲擔心自己可唔可以好好處理啫。落咗車之後，爺爺同埋爸爸因為需要同村長商量關於除靈同埋一啲儀式上面要準備嘅嘢，叫我哋兄妹3個人先跟住村長夫人去到安排好嘅住宿，之後就可以自由活動，喺村裏邊行下又好，留喺住宿入邊休息都好。可惜我同2個哥哥都係偏宅一啲嘅性格，雖然鄉下村落嘅空氣係比城市好好多，只係我哋都冇乜興趣，都留低咗喺住宿入邊休息。喺休息期間，我整咗一個女仔樣嘅公仔同埋一隻貓貓公仔，啱啱做好冇幾耐，我就下意識望向花園，冇諗到啱啱望出去冇幾耐，就一班幽靈出現咗啦。感覺上就同當初俾瑪麗小姐殺咗嘅無力塔同班怨靈一樣，2個哥哥都警惕起嚟望出去。大哥旭輝同埋二哥游希都唔似得我咁樣可以直接見到幽靈，佢2個只係感覺到有2股怨氣出現。我走到去花園裏邊嘅嗰2條黑氣面前，有2個男仔作為代表現身啊！你就係木村沙織？我係啊，你哋揾我有事啊？我哋有事想拜託你，而且亦都想提醒你2個哥哥要小心啲。哥哥？點解啊？因為呢條村裏邊有個怪異，叫做8尺大人。呢個8尺大人專揀年輕嘅男性落手殺咗。你嘅2個哥哥咁啱符合8尺大人嘅狩獵目標啊！果然係咁樣。我啱啱坐車過嚟嘅時候，就諗起鄉下村落應該係有2個都市傳說噶。一個就係8尺大人，佢係被封印喺某條村裏邊，每隔10幾年就會出嚟殺人。特點係身高8尺，每次出現嘅時候都會戴住白色帽，而且仲會發出好特別嘅笑聲。另外一個就係扭嚟扭去，一個白色嘅物體以極為唔尋常嘅動作喺度扭動緊，遠睇冇問題嘅，一旦近睇就會好似嗰個物體咁樣以極其唔尋常嘅動作喺度扭動緊。因為都市冇辦法容納受害者咁樣嘅人，只可以放喺鄉下。咁你哋，我身後嘅都係逃離8尺大人失敗嘅人，我身後面都係見到扭嚟扭去之後好痛苦咁死咗嘅人。咁你哋想我點樣做啊？8尺大人呢一邊，你嘅2個哥哥一定要小心啊，唔好自己一個人坐喺呢一度，特別係聽到啵啵啵嘅聲音嘅時候，千祈唔好望出面啊，唔係嘅話8尺大人好大機會就會纏上佢哋噶啦。而扭嚟扭去呢一邊嘅話，
假如你見到嗰個白色物體喺度扭動緊，千祈唔好有任何方法嚟靠近睇，唔係嘅話，連你都變到好似嗰個物體咁樣噶啦。好啊，我知道啦。兩個男仔鬆住一口氣之後，兩班幽靈就入咗去我啱啱整好嘅女仔公仔同埋貓貓公仔入邊啦。我就翻返去坐喺茶几附近，就同仲好擔心嘅玉輝哥哥、優希哥哥講解釋發生咩事。佢聽完之後總算鬆咗口氣啦。難怪爺爺同埋爸爸佢哋喺你出世嘅時候就幫你做護身符啦。而且之前瑪麗小姐事件嘅時候，爺爺同埋爸爸都好輕易就放手俾你去做啦。不過啊，小修你點解一啲都唔驚噶？關於呢一個，雖然我自細就有護身符護住，但係你哋又唔係唔知道，我本身就可以直接見到幽靈嘅。再講啦，扭嚟扭去嘅話，只要唔近距離睇佢咁就得啦。而且八尺大人嗰邊嘅話，會選擇嘅唔係玉輝哥哥，就係優希哥哥。再點樣都輪唔到我啦。玉輝哥哥、優希哥哥，到時候你記得唔好靠近睇到扭嚟扭去啊！我哋兩個似有咁蠢咩？講笑啫，不過唔單單係我自己要小心，你哋兩個都要小心噶。你兩個對我無可奈何，只可以收聲。